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文哥，又到了我们来赏析客家流行歌的时候了。那今天要介绍的是吴胜志老师的《矮黑总棍影》这一首流行歌呢，是当年他是创作出来给我们苗栗的一个池秋美歌手唱的。好，那我们今天来做分析的这个段影片呢，是吴老师他自己担任主唱，他自己唱的。那由创作人自己来唱，会有另外一番的风味。好，当然当年给时间当年那个时候这首歌是在民国70年前后啦就是刚好是在阿文哥小学的时候，很多人在唱的。给时还会时代背景是在推爱国运动那所以呢，创造出这样子的我是中国人这样的歌曲呢，是也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都风歌词的含义其实真的很贴切的是客家人的精神。所以呢，或许我们以后翻唱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来翻唱成矮黑客家人。那紧接着来跟着阿文哥来看一下条歌诶，来。好来，第一段是五谷有种，百草有劲，唔管恩人菜乃香。五谷有种，五谷杂粮的五谷有种，这些五谷杂粮它都有种子，其实意指就是说我们都有根，我们有祖先然后百草有劲百草它都有它的根饮水思源嘛，我们树都有树根草也有草根然后不管恩人菜乃香，不管我们人身处于哪一个国度、哪一个城镇、哪一个家乡我们不管身处于哪个家乡，我们都会虔诚挂都，牵肠挂肚，惦记着、惦念着我们的家乡，惦念着我们是中国人，也可以说惦记着我们都是客家人我们不会忘本的意思，他讲以某蒙本的意思这一段是披公有喜，树木唔停，关于世界乱纷纷。披公黑马该，披公就是我们客家人的鼻子披公有喜，我们鼻子还会喘气，还会呼吸，我们还有一口气在然后树木唔停，我们的手的脉搏树木就是脉搏，手的脉搏，只要我们的心跳没有停止，然后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不管我们的世界怎么样的纷乱都没关系，关于世界乱纷纷。不管世界多么的乱世界大战也没有关系我们都会心甘，就是我们的内心都会记得矮黑总棍影如果是代指到国家的层次的话，就是我们矮黑总棍影。如果以一般我们民族来看的话，还记得矮黑客家人他张娘给脚掌筋，我喜娘给硬将筋，这个就形容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了。他张娘给脚掌筋，踩正你的脚步，踩正你的脚跟，脚并拢站直来。当你的脚站直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抬头挺胸，昂首跨步然后我喜就是额头的额啦，我喜就是扬起扬起你的头颅起来，扬起你的什么？应景筋就是我们的硬脖子，我们的客家人应景，扬起你的剽悍的硬脖子好，这个精神就是客家人应景精神，抬头挺胸。
风霜太易眼镜，日头先走中国人。风霜太易，风霜大雨，我都不怕，我唔惊。日头先走中国人，日头先走客家人，不用怕风霜雨打。太阳晒，先晒到我们，先晒到我们光明的客家人啊！春不离土，土不离春，虽然离家千万里。春不离头，头不离称，这是顶针；秤不离砣，砣不离秤。啊，这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的那个做生意的那个秤子、秤砣啊，秤要有砣才能这个度量那个重量啊。秤不离，表示他们是没有办法分离的，头不离称。水远离家千万里，虽然我们可能离开流浪，或者是去外乡镇打拼，或者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到了别的国度，水远离家千万里啊，虽然离家千万里了，但是会怎么样呢？万代不忘，万代不忘啊！我们万代都不会忘记。爱黑嘛个，爱黑客家人啊哈，爱黑中国人啊哈。接下来就应该是重复唱的副歌，那阿文哥就来为大家朗读。百草要紧，五谷有种，百草要紧。干恩人菜乃香，唔干恩人菜乃香。天长挂肚，爱黑中国人。天长挂肚，爱黑中国人。天空要起，数码唔停，关键世界乱纷纷。屁公要起，数码唔停，关键世界乱纷纷。新冠记得，爱黑中国人。新冠记得，爱黑中国人。读章赢个脚长筋，我喜赢个硬强筋。风霜太易眼镜，日头先走中国人。风霜太易眼镜，日头先走中国人。春不离土，土不离春，虽然离家千万里。寸不离土，土不离寸，虽远离家千万里。万代不忘，爱黑中国人。万代不忘，爱黑中国人。读章赢个脚长筋，我喜赢个硬强筋。风霜太易眼镜，日头先走中国人。读章赢个脚长筋，我喜赢个硬强筋。风霜太易眼镜，日头先走中国人。那后面这些有点像我们的无底天章的歌曲的编曲哈。大不梦，爱黑中国人。啊，接下来阿文哥来播放一下这首歌。其实在出唱片的时候，原是给池秋梅小姐唱的，我们来播给大家听一下。因应我们网友的要求，有网友跟阿文哥反映说，在解析完歌曲之后，是可以就顺便让他们继续听一遍歌曲啊。那我们就来这样做。然后这首歌是池秋梅唱的，那声音就有不一样的感受。种百草有劲，不管恩人菜乃香，天长挂肚，爱黑中国人。天空有喜，数码不平，管其世界乱纷纷。心肝记得，爱黑中国人。读章赢个脚长筋，我喜赢个硬。
种百草又紧，不管缘人采来香，轻松寡妇，爱迄种过年。披空游戏，数码不停，管其世界拢纷纷，心肝期待，爱迄种过年。黑粽也去玉粽金，五鱼也去红酱金，风霜太易爱唔讲，一条线走总过年。尘不离土，土不离尘。虽然离家千万里，万推不放，爱迄种过年。黑粽也去玉粽金，五鱼也去红酱金，风霜太易爱唔讲，一条线走总过年。尘不离土，土不离尘，虽然离家千万里，万推不放。爱迄种过年。好，以上这个就是我们的爱迄种过年耶稣国的赏析哈介绍哈。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如果有兴趣的话，要继续收到我们阿文国来介绍客家话和客家国的时间，那请你们来按赞订阅来分享我们的频道，那让我们苗栗县视障协会的新世界乐团的频道能够多一点的曝光率，按支持，什么你哦。